去年新冠疫情严重的时期，第一线医护人员身心拢受到真大压力加感染的风险。而来自各界善心的关注，不但予医疗真大的防疫资源，嘛予病院的医护人员持续坚守家己的位置。在1号上午，透过健保署长李伯章的媒合，太阳生物科技特别关注10台紧闭高流量加热式的呼吸加湿器的供应系统，予卫福部台南病院由副院长黄英哲代表接收。台南病院有公家机关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我记得那时候你们还记得，那在100年的时候，我们台南医院的营运是负的，负的那个蛮多的钱的哈。然后到101年的那一年，我记得我还是付150万呢。到104年的时候才挣的7000多万，所以来回差了像是1亿多嘛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只能把医院的经营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刚好这个资源，我还是谢谢黄连武董事长哦，你总是对我做好的啦。虽然我已经不是你的客吼，可是你也觉得很相信我的为人。那我们把这资源带到我们台南医院来。我们有这样的心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然后呢，我们希望呢，能够呢，以此呢，希望就能够使大家能够更关怀我们这个医疗的工作人员的辛劳。那希望呢，我们呢这一次的这个 Omicron 呢，能够遏止，让全体老百姓呢平安健康。那想最前线的就是我们医疗工作人员。那我在此呢，我要感恩呢我们所有的医疗工作的这个最前线的人员，谢谢你们，感恩你们。台南病院感染科主任洪元斌表示，该院不但是南区应病的病院，更加承接卫福部指派监护新化3间检疫所，有了这批器材，将提升医疗照护的量能。我们目前会针对新冠肺炎的病人，那我们会去做一个急性的一个急重症的一个分流。那比较轻，如果未来的病患比较多的时候，那比较轻症的病患，我们会让他可能会去新化分院或是检疫所。那比较重症的病人会在我们医院。那针对这时候我们就针对分流的病人，那比较重症的一个病患，如果后续发生一个呼吸衰竭的一个情况，那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高通量的一个呼吸器，然后使用在这些病人上。2022年，因为新冠肺炎变异株不断地全球来扩散，因此台南病院呼吁，除了落实施打疫苗、提升自我的防护，有各界的善心关注，台南病院嘛将全力守护民众的健康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